Hello，各位你哋好，今日講下 EMPF。如果你已經成功公司做老闆嘅公司可以已經成功登記 EMPF 咧，呢條片你可以唔使睇噶啦。咁如果咧仲係俾少少嘢棘住未搞掂嘅話咧，咁你睇下呢條片咧，希望可以幫得到你哋。咁如果講普通登記咁簡單嘅嘢呢，我就唔使拍呢條片啦，因為 EMPF 裏邊本身都好多教學嘅，咁自然我拍得呢條片，我係想講一啲普通你唔知嘅嘢先。比較如果你有聽過佢哋嗰個講座咁佢哋好多時咧就話你要俾翻一份授權書或者係董事決議書即係嗰個 Director Resolution 或者 Special Resolution 咁其實唔使咁複雜噶。其實咧你咧係俾翻呢一份叫做委任公司獲授權人表格就得噶啦。嗱，睇翻份表格係 EMPF 自己出嘅，咁好啦。但係你要揾呢份表格咧，你喺翻 EMPF 個 website 度邊個位置揾到咧？我就真係唔知啦，因為我唔係用呢個方法揾嘅。咁我用咩方法揾咧？咁我都係網上打翻嗰個打翻呢度公司授權人表格，然後我撳翻喺呢一度撳入去而揾到嘅，咁喺呢度可以揾到咁樣。咁如果假使間你唔係因為呢個表格嘅問題，你係因為簽名嘅問題，咁簽名嘅問題呢，咁點搞法啊？簽名問題咁簽名問題呢，你有兩個方案。你是可以問翻你個投資機構，但係投資機構有機會同你講啲嘢俾晒 EMPF， 然後咧你問 EMPF 又話咧就要問翻投資機構，咁點算呢？咁去到好無奈咧，你就再喺 EMPF 呢度聯絡我們。咁咧，佢哋有兩樣嘢俾你揀嘅，一個咧就係去佢哋嘅中心查詢啦，一個咧就係預約外展啦，即係佢去你公司啦咁。咁如果你係簽名問題咧，你就揀翻預約去佢哋度香港嘅係灣仔新界係荃灣魚心九龍係尖沙咀，揀去佢哋度會比較好啲。如果唔係，你係純粹一啲技術性嘅問題連個身份證都上載唔到，唔出奇呢個咁或者係你揀男女都揀唔到嘅咁嗰啲情況或者係其他情況揀外展服務咁外展服務佢會上門去到你度，咁會方便啲。咁你聽我當揀但係你要留意去佢度同外展服務去服務中心或者外展服務，你只可以揀一個，你唔可以同時揀兩個嘅因為佢用咗你個 BR lock 死咗嘅。咁你揀邊個都好啦，咁你撳入去。咁你撳入去之後呢，就係揀僱主定揀成員啦。咁我而家講緊係揀老闆噶嘛。咁入 BR number，BR number 呢後邊3個0呢係要入嘅，中間個 hyphen 唔使入噶啦。然後入電話號碼。咁你入到電話號碼之後呢，就會去到呢啲位嘅。咁然後你望落去，我想揀星期六喎，咁係咪星期六唔開工呢？冇得揀呢？咁樣唔係，因為佢已經 full 咗。你睇8號嗱，8號就有9點同11點嘅。咁如果你話喂唔得啦，8號過咗供款期啦，喂，我要早啲。你見到6號呢都仲有紅色已經可以插一個或者係有少量位置嘅呢啲。咁所以你哋都可以喺呢度去睇同呢度去考慮。好啦，假使間你話我手機做唔到，係咪因為啲繁忙時間定點呢？咩時間做最好呢？你手機做嘅話，嗱，最好咩時間係辦公時間，你估都估唔到嘅。我最早第一次做嗰陣時呢，我就諗住，辦公時間肯定好多人整啦，我都係不如揀半夜3更啦，凌晨啲時間先整或者朝頭早6、7點先整，咁咪網絡唔繁忙啦，應該做到。唔好意思，做唔到嘅。點解做唔到呢？因為咧佢哋會做系統維護啦，夜晚，同埋咧我知佢哋最近咧好似係倒緊雲理同埋匯豐啲資料落去啊。咁因為資料太龐大啦，你入到去咧填你個名都未必填得到咁樣。咁呢個就要留意啦。咁所以你最好都係辦公時間做。
咁同埋講翻啦，如果你係有智方便，你曾經智方便開過 account 嘅話咧，當你鏟咗都好啦，就唔好意思，佢一定會叫你用翻智方便，係啦。如果你喺智方便同身份證嗰度，你揀身份證咧，你掃嚟掃去都掃唔到嘅。同埋最近唔知發乜嘢情況，就算你冇申請過智方便咧，佢話你身份證都過唔到嘅，咁你到頭來都係要申請翻個智方便嘅。咁同埋咧，你就算如果你係揀身份證嗰度，身份證都有兩個項目揀噶嘛，一個項目咧就係講一個係香港身份證，一個係智能身份證。咁暫時應該香港大部分人都係揀智能身份證嘅，因為去到今年年底咧，全部人都應該要用智能身份證噶啦。咁你就千祈唔好揀咗下邊普通身份證，如果唔係你揸住個智能身份證咧，掃嚟掃去都唔會掃到嘅。咁如果嘢又未搞掂啦吓，咁又知道要填表格啦，咁亦都有機會有啲人會好似我咁噶嘛，中意紙張啊紙本交嘅，唔喺個系統度交嘅。咁我究竟，但係我又規定要用翻 EMPF 積金易嘅表格，唔可以再用以前你投資公司嘅表格，咁點算呢？咁樣樣。咁咧，你就要留意啦。呢度咧 EMPF 常見問題，揀僱主，然後咧其中有一 part 咧就叫做紙本表格遞交安排，見唔見到？係啦，然後咧你就撳翻嗰個表格，你撳咗表格之後揀僱主。然後咧，你就可以喺度 search 啦，又或者喺度揀翻啦，你係邊個機構啊，點點點啊，咁下載翻個紙張表格，然後就提交紙張表格，記得係連埋張支票一齊交啊！如果除非你之前做咗自動轉賬嘅。咁就大致上我醒起嘅問題同埋要講嘅我都講咗啦吓，咁我之前都講啦，如果係普通一般嗰啲申請睇翻佢哋 EMPF 條片都 OK 嘅，咁所以我主要都係講啲比較特別啲嘅情況。咁如果覺得呢條片都 OK 嘅，俾我讚鼓勵下啦。咁如果你有啲朋友係未搞得掂嘅，就你 share 條片俾佢睇下，佢可唔可以幫到佢啦。咁同埋如果方便嘅，撳埋個小鈴鐺，咁有啲咩特別啲嘅或者新啲嘅嘢，我哋都會即時上片，咁變咗你哋方便可以喺影片度睇到，或者大家交流下咯。咁今日講到係咁多，咁希望你哋中意啦，拜拜。